江哥，中山南朗的锦绣海灣城怎麼樣？唔使睇，嘥氣，好多客戶私信我話呢個盤點樣，我只係同佢講啊，依家賣緊嘅9期都係成5000戶，成個項目嘅體量咧可以講係巨無霸，總佔地面積咧接近600萬平方，仲未計上將來要徵收同埋填海嘅地啊，仲可以賣幾多年？等到我黑頭髮全部變白啊，都仲好難講啊，因為佢呢個盤咧太大啦，開車兜一圈咧都要半個鐘頭以上啊。咁如果最近有人推介以下樓盤俾你，唔好猶豫，即刻拉黑。咁好多人關心嘅就係呢個盤有冇升值空間，保唔保值，轉手難唔難？咁以下咧我就用幾個數據話俾你知啦。咁呢個盤咧係位於中山南朗鎮啊，南朗咧係中山23個鎮區中面積最大嘅，但係佢常住人口咧只有20萬左右，咁人口密度相對較低啊。咁好多同行推介呢個盤嗰陣時咧就會強調佢嘅潛力大，咁核心理由咧就係同珠海一路之隔啊。但係佢靠近嘅咧係珠海嘅唐家北圍啊，北圍嘅樓價咧依家係14000，咁呢邊咧從高位嘅18900咧到依家嘅1萬左右啊，平咗差唔多一半。咁唐家北圍咧係屬於珠海呢邊嘅政策同城市面貌、教育醫療咧都唔同啦。咁呢邊嘅產業包括樓盤啦、產業園啦、寫字樓，的確做得好靚啊，但係入住率咧都唔到30%，可以講咧冇咩人過嚟呢個地方啊。佢其實咧就係有價冇市啊。咁再睇下呢個區域嘅承接能力啦，依家南朗嘅熱度係唔低啊，但係佢距離馬鞍島咧差唔多30公里。咁深中通道開通咗之後，深圳嘅外溢咧係好難輻射到呢個距離嘅區域啊。咁就連馬鞍島咧都仲有大量嘅空地仲未開發，咁想靠呢個深中概念實現呢個價值提升咧，可能性唔大啊。咁如果你話你只考慮用嚟養老或者特別睇重呢個居住環境，咁呢個盤咧的確可以滿足到需求啊。畢竟咧你唔使在意未來是否升值，好唔好轉手。但係如果你話你諗住5到10年之後期待呢個升值，咁我建議你咧再慎重諗一諗啊。咁從居住嘅氣氛嚟睇咧，咁呢個盤咧有明顯嘅短板啊，缺乏呢個產業支撐啦。前面開發嘅8期當中咧，只有3期同4期入住率咧係30%左右，咁其餘嘅入住率咧都係唔到2成啊。整體咧更偏向呢個旅居盤嘅屬性啊。咁所以如果你要考慮升值同埋容易轉手，呢個盤咧你要再三考慮同埋謹慎啊。咁其實喺差唔多價位嘅情況下咧，可以揾到配套完善、位置優越、性價比高，而且未來有保值保障嘅樓盤啊，一啲都唔難啊，完全有更合適嘅選擇。